这2天我一直冥思苦想，我觉得咱俩认识晚了。我们俩目前这个世界远不及如此啊，大有搞头。我整理了一下啊，像说上一期，先说一点小事儿。阿波罗登月，有人说这是人类史上第一大壮举，也有人说是第一大骗局。咱俩就不能帮大家一探究竟？这是重大历史事件，绝对不可能。好，是那不玩重大的，咱们找一些轻小的。这行吧？尼斯湖水怪，我从8岁就特别好奇这件事儿，包括我很多网友也都没有意义。那天池那个呢？那是不是稍微近一点？啊，好，咱不管别人的事儿，我就是想自己有一些小事儿过把瘾，总可以吧？这行吗？龌龊，不是你想多了，我就想跟冬兵打一架。那我买几张彩票总行吧？那高考改几道题呢？这也不行。